请救出水情朋友，咱请书琴先给咱看一遍。哦，信息互我迄个吸收。第一站，预备，来。其弦如诉吹起，
主啊，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的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咱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2首。参咱议员徛伫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圣经的圣诗的头前第13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不知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冰堆流落岛林内受苦，顶14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各人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帝国活，永远欢。请坐。下面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第11，启应文第11是伫信息的后面1017页，1017页，咱演着咱三角来启应。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阁心无甘蔗。我若恬恬毋认罪，
你的手每日重刑罚我，重刑罚。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安尼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伊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会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歹人会受真济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会当来圣殿来敬拜你，献上阮的感恩。上帝啊，你是阮躲闪的所在，是溃力，也是患难中即时的帮赞。阮要感谢你，学罗你。上帝啊，当阮软弱也是自私的时，请你时常提醒阮爱谦卑，做人爱温柔，有智慧，注意家己的言行举止，毋通互人绊倒。今仔日是大众传播奉献主日，伫即个媒体的世界，资讯泛滥，假的消息一大堆。教会的信徒爱对福音传播的事工搁较关心。阮也为着阮也将这世界各位的战士、台湾的安危交代伫你的面前，求你看顾甲带领，也求你会当甲无来教会兄弟同在。上帝啊，阮的石盘救赎阮的主。愿阮的喙所讲、心所想的，拢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下面信歌队要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
咱真感谢信歌队用水的声音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强守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个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11节。好学本是83页到84页，汉语本是70页，现在中文版是108页，100页。现着我来读。当众人下课，伊咧听上帝的道理的时，耶稣徛伫基尼撒勒湖边，看见2只船伫湖边。讨鱼人离开船得西望，其中一只是西门的。耶稣上去，请伊将船放较开，就坐伫船内教示众人。讲煞就对西门讲：放到深的所在，拍网讨鱼。西门应讲：先生，阮通暝着无，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济，网到要离，就约别只船的同伴来斗3工。因就来捡鱼满2只船，到要沉落去。西门彼得看见安尼，就拍伫耶稣的骹下讲：主啊，离开我是有罪的人。第9节，因为西门甲同伫地的人，为着因一个拍落去，所掠着的鱼无戆影。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囝雅各、约翰也是安尼。耶稣对西门讲：无得惊，对即碟了后，你要得着人。因为拖船晚旱，就放下一切来缀伊。今仔日上帝要通过牧师传予咱的信息是：基督徒的本色。主啊，离开我，请牧师。兄弟平安。平安。恁捌看过我无？当时。好像有看过。好像是理事会。4月21，旧年。拄满1年嘛，是为着即个大众传播，即个纪念主日伫咱中间吼。真欢喜吼！即个既然是大众传播，咱就因媒体宣教，或者是说，还是讲咱即个媒体吼，有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特别咱即马伫不管是电脑也好、手机也好、电视也好，就事件迄个短影音。短短一节啦，短短一节，要甲你推销一寡，无论是啥物物件也好，啥物观念也好，伊借着这短短互你安尼一点仔时间就会当知影伊要讲啥物。但是一点点仔时间要知影伊讲啥物，的重点应该是你敢若当听到伊要甲你讲的物件。至于后壁规组是安怎？咱无迄个时间去看清楚。我问大家啦吼，你在手机看遮有诶无诶，看遮有诶无诶时阵，你会阁转去找讲伊诶源头是倒位无？真少对无？他有一个短影音出来，他在讲一件事情，咱敢会去找比如讲你看伊咧冤家啦，啥物人咧？你看到这个报道，你敢会去找规个完整诶代志？咱真少人去找遮个物件，所以伫宣教的部分嘛是共款。基督教信仰，我相信咱伫咱的中间，大家伫教会出入大汉，
遐尼久的时间，什么人会当伫短短30秒、50秒来讲出讲到底信耶稣是啥物？有法度无？所以咱来用即个短语音要甲人宣告，其实敢若会当讲着，甚至无法度讲着真清楚。所以我拄仔问讲，你有看过我无？恁讲有，过来问讲，我顶个来讲啥物？是，其实我顶个的题目甲今仔日共款的。我咧教即个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咱北大有一个叫做女子心爱院，然后伫迄个所在甲逐个伫上课时，讲感谢同学，大概上课恁拢袂记字，互我会当直接教10几年，感谢恁，恁着继续来呢，无来拢会记的，会记的就歹来啊，因为拢讲共款嘛。所以因为到底是拢讲共款，所以会当继续来是大家拢袂记，爱继续讲。但是虽然题目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要讲的是，就是咱就好像像咱咧讲，咱的信用，咱所信的，到底是内容第一重要是啥物？基督徒本色。基督徒本色，咱顶个讲，即个题目是安怎来？就一首歌叫做《客家本色》嘛，有无？客家本色安怎唱？你干嘛看他？他会唱，他还唱一唱。过台湾末班点前。沙茫大片，共山港天。你害他？我用做自己10年，不是埋怨。伊咧唱啥物？伊咧唱讲我们客家人有这样子的特质，每一个客家人都有同样的特质，无论你对倒位来，无论你的身份是啥物，无论你领受啥物款的积分，总是咱有这个血统，咱有这款的特质。所以我伫即个客家合唱团咱客家中华合唱团伫甲因做伙时阵，无毋对，无论你对倒位来，因足骄傲，也是讲因足夸口的，就是阮足勤俭的，阮有即种硬强精神就是阮去到啥物所在，阮伫真艰难的中间，阮永远会当真勇敢。阮永远会当真坚强，阮永远会当真团结。所以这是无论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啥物款的积分，咱拢是即个属于即个族群，咱有即共款的特色。所以咱若甲即个物件甲转做安尼基督徒本色咧，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所领受的无共款，恩典无共。我讲的恩典是你伫咱一般生活拄着恩典。拢无共，但是咱要怎看见咱共款的特色？咱顶一摆讲到，咱是照着出埃及这件代志来讲到，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所领受的拢共款的，就是咱拢领受上帝救赎的恩典。会记袂？上帝啊，若无你，就无我。因伫出埃及伫无水的中间。上帝留落因的性命，上帝伫因无法度家己救家己的时，上帝施落新约，上帝开红海的路，互因过。所以因过红海了后，伫红海边伫遐唱诗学罗上帝，唱倒一首。拄好有人甲我讲咱教会平均年龄都蛮大的，所以我就不要再问了，免得自取其辱。咱顶一届做伙的时阵，嘛做伙吟圣哉圣哉圣哉。
上帝啊，若无你就无管。当咱的生命若无经历过即种无到有的时阵，咱毋知影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以咱若伫即个短语音内底，你若讲信耶稣有福气，信耶稣真好。慢慢伫咱你若有伫教会界，咱逐个人在出入，咱就会当看见讲，其实即马教会台湾的教会界，甚至世界的教会界，会出现两种无共款形态的教会。一种的教会是讲信耶稣真好，赐我穿，赐我食，赐我欠钱免还，互我会当真不有，互我会当真请呀。所以你看到即款的教会，大家伫遐组织，拢咧追求就是卓越、成功、领袖。但是伫咱看见耶稣从来毋捌讲过遮个话。耶稣敢是一个卓越领袖？耶稣敢是一个成功的人士？那照当时来讲，伫耶稣的身上，咱看袂到任何的成功。甚至耶稣伫顶伫十字架顶的时阵，有人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着对十字架顶头落来。当我进前，还阁无讲甲伊认捌上帝信仰真，我看到即个经载的时阵，主啊，你落来，你来换因定起你。敢毋是安尼？你若是上帝的囝，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面包。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时阵，魔鬼甲伊问的。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殿顶跳下来，上帝的使者必保护你。假使你若是上帝的囝，你就对十字架落来。要啊，感谢上帝，加在耶稣基督无对十字架落来。伊若对十字架落来，今仔日咱就无救赎。所以耶稣到伫上尾，这罗马的兵丁讲一句话：，这个真正是上帝的囝，是啥物时阵？会幕裂开的时候，那个兵丁就灭亡了，还没，他也在之前。当耶稣讲：“上帝啊，你是要离开我的时阵。”当耶稣讲：“我的爸，你要怎离开我？”甚至到尾啊，上帝离开伊，这兵丁讲：“啊，这个人是上帝所无爱的人啊，上帝所弃杀的人。”既然上尾一句，耶稣讲什么话？你讲那么早的事，我怎么知道？电视有没有演？耶稣上尾也讲：“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伫你的手。”然后圣经写讲，这个罗马的百夫长，伊就讲：“这个的确是上帝的囝。”上帝的囝伫上帝离开伊的时，犹原倚靠上帝，犹原将伊的灵魂交托伫上帝的手。即款的道理，毋是媒体，毋是电视，逐个凊彩你搬出来，逐个要看的。所以咱毋若是为着媒体来宣告、来奉献以外，咱特别爱为着媒体宣告来祈祷，因为你若要看见上帝的权能，咱若要看见上帝的真实，毋是咱靠咱肉体目睭，毋是靠咱一般的财目会当看见。若照圣经，若照咱真理来讲，上帝要互人明白伊的真理，好亲像耶稣咧讲：“我若无去，圣神就无来；我若去，就要……若用咱今仔日话来讲。”耶稣甲圣神相交换，耶稣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中间，然后伊转去，圣神来，圣神来要创啥物？同学，圣神来要创啥物？你不要头歪歪看着我。去年也是这样歪歪看着我，到最后你们都笑着回去，对不对？圣神的工作是啥物？
耶稣讲，圣神来是要互恁想起来我所讲的话。意思就是讲，耶稣所讲的话，这个人抑阁无明白。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因阁想讲，咱进来耶路撒冷，耶稣要来带咱来推翻罗马政府。所以，什么人做什么官，什么人要做什么职，因阁咧讨论这个代志。耶稣伫因未定是个进前，甚至伫圣神降临进前所讲的话，因拢照人的想法，照人的角度去思考、去了解。但是若照圣经咧讲，耶稣讲，当圣神来，因是要互恁想起来我所讲的话，甚至若后壁解说，圣神若无圣神，咱就毋知影耶稣对咱讲的话真正的意思是啥物。但虽然咱即马搁伫咧国外节期，但是过来咱拄着大港节期的时阵，圣神来。对，恁若看圣经，对《使徒行传》第2章开始，因所对耶稣的了解，对耶稣的认捌完全改变，因为圣神来，互因明白，互因知影耶稣所讲的是啥物。当然，讲到即个所在，有人就开始想啊，当然真好，圣神就是互咱来明白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真感谢主的一项代志。假使恁有即种经验，特别是伫长老教会，真侪人来到头一摆来到长老教会，拢听无牧师咧讲道讲啥物对无？因为伊讲台语。当然讲台语无需要圣神会当了解，但是讲着内容呢，讲道真侪人听讲道听甲困去有无？有人讲，我暗时困袂去吼，我就起来读圣经。有人讲读圣经对无？结果我读圣经读到一阵，困去。真好，我甲你考劝，即个代志你后摆毋通阁讲啊，讲出来呢，毋然是下死下井，见笑死哦。是安怎？表示咱若讲。上帝话，我若看有，是因为圣神伫我内面，互我会当了解。你若看上帝话看无咧，表示无圣神甲你同在啊。无圣神甲你同在，你就你叫什么？没有圣灵与你同在，你就白来了。无圣神甲你同在，所以。圣神，咱就会去想讲安怎圣神会甲我同在啊？圣灵如何与我同在？所以这就是讲到媒体啊，讲到媒体啊，媒体因就开始爱用这个圣神同在就有新者啦，圣神同在就摆脚会行去，下脚会哀啦，什么？要有神迹才有圣灵，这个是媒体讲的。透过媒体错误的宣传，当咱邓来里面的圣经讲什么？当你悔改认罪信耶稣，圣神就住伫你内面。甚至你若无圣神伫你内面感动你的心，你袂悔改认罪信耶稣，然后圣神住伫你的心内，伊就袂离开。所以咱免去看什么圣神会来伫咱的中间袂，圣神拢伫你的心内。中港路、港前路、生经一大对无？咱拢等足久，因为伊路足大。咱会等足久，但是咱若伫巷仔路，迄个红青青短短啊，有当时咱袂等对无？咱就甲行过对无？所以闯红灯这件事情，是红灯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闯红灯是谁的问题？大家都要指他。红灯照实在那边，伊尽伊的本分，伫迄个所在，伫遐耕，伫所在伫遐工作。伊的存在是你有要看重伊无？你有看到伊无？你有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
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说我没有圣灵，不是圣灵没有在你的里面，而是你没有把圣灵当一回事。那按你来讲的时阵，今日咱看到这个经节，咱看到这节，伫一般的媒体来看，甚至伫为着要达到家己的目的，所来解说圣经的这个无论是啥物身份的人，伊就讲即咱今日看到这段圣经，有个人真伫圣经内面，原来是大家真熟。头一句话，当众人围困，耶稣徛伫建尼撒勒湖边，众人围困，要听上帝话。伫你一世人到即摆中间，有啥物时阵你看见有人围困？有啦，伫咱遮足围困的所在是啥？737嘛，对无？737啊，有人要围困听上帝话无？伫你一世人中敢捌看过？很少，几乎没有。真侪人围困要来到上帝面前，毋是要听上帝话啊！围困来上帝面前，我要爱上帝要互我啥物啊？我要爱得到医治，我要爱得到好，我要爱得到成功。要甲上帝讨啊，毋是要来听上帝的话啊。两个不一样，听上帝的话，甲要爱上帝互你啥物，要甲上帝讨物件，无共款。所以众人围困，要来听上帝的话。伫咱看着，这是头一项信者，真特别的代志。所以耶稣因为安尼，所以伊徛伫湖边，强要去用钱落去水底啊。所以耶稣就看到彼得个船，伊就讲来船来，我徛来船顶，塞较边仔咧，塞较开咧。伫迄个所在有一个旧离，大家伫遐听耶稣讲道。照咱人的人性，伫罪性内面的人，围困要听上帝话，即件代志真特别。周年庆你会围困，每一礼拜买菜市仔买菜嘛是围困。大家拢是为着肉体的物件得来，伫迄个所在来围困。上帝的道理，上帝的话，毋若是正做咱伫世间暂时行脚的日子的方向，伊嘛是咱心灵、灵魂的性命的食物。所以耶稣甲魔鬼讲啥物？人活的毋是靠食物，是靠上帝的话。当然，这后面佫真侪通好解说，咱有机会明年再来讲，好不好？这毋是我摆的，这是这个对，钟会摆。好，那么伫我个人看到讲，我要做牧师，要真做牧师的时阵，开始想讲我后摆讲道要讲啥物？所以就看到，众人围困要听耶稣讲上帝话，我就真欢喜。我嘛对路加真无满意，因为耶稣毋知讲啥物吼，大家足爱听的。我就来学起来嘛。后摆就讲这就好啊。结果路加竟然没有写啊，路加马上就跳过去了。路加跳过啥物？跳过我耶稣迄个时阵讲完，大家看到。彼得因伫边仔洗网，耶稣看到彼得伫边仔洗网，就甲彼得讲：来，彼得，甲船驶去较深的所在。彼得是伫迄个所在，圣经写讲，因伫遐已经伫遐洗网啊。伫遐洗网表示啥物？已经要休困啊。头家，伊咧洗，头家咧洗鼎。煮一碗面来袂好无？要无？绝对袂嘛！彼得袂忝啊！而且讲阮通眠着无，掠拢无。毋若是忝，
身体累，心也累，因为都没有收获啊，拢掠无啊。我讲足侪，即个媒体也好，足侪讲道就停伫即个所在，因为耶稣甲讲，你着去深的所在，因就开始写，讲你着要改变，你着要改变，毋是干那伫浅的所在，你着要去深的所在，爱改变你的生活，爱改变，改变你就得到蒙福。但是圣经毋是安尼写，圣经写即个所在目的毋是伫遮。彼得甲耶稣讲：“先生啊，阮通眠着满，掠拢无啦。”伊是咧甲耶稣埋怨啊，我们不要了啦，累了啦，你不要啦。但是，甚至是安怎彼得要反对讲袂去？彼得是掠鱼的对无？如果照耶稣当一个肉体，对人的角度来讲，彼得的身份证写讲伊是渔夫，毋是马夫哦，渔夫。啊，耶稣是啥物夫？耶稣啥物夫？茶夫。彼得是渔夫，耶稣是木匠，木匠。一个做木的，甲一个做掠鱼的，讲你去迄个所在掠，你要听无？今天的确蛮享受，在这样规模的教会里面，可以听到很整齐的圣歌队。啊，若凊彩一个人来甲你讲，你要信无？你无爱信啊，因为无输学音乐，所以听有。安尼我要信。啊，所以就是因为大家拢无学音乐，所以足侪教会圣歌队啊，是啊唱啊哩哩啦啦，大家嘛甲拍扑啊。不是专业啊，你是一个木匠，我是一个渔夫，应该是我告诉你去哪里抓鱼吧，不是你告诉我去哪里抓鱼吧？退100步，我也不可能听你的啊，对不对？结果咱看见彼得，总是因为你的话你讲的，所以咱就伫这个所在，就来想啊，想到彼得要听耶稣的，想到彼得要听耶稣的，照咱的人性来讲，照我理性的判断，我不可能听这个木匠的，对不对？我无可能去听这个渔夫的，茶夫的啊，对不？那照咱的判断是，伊爱听我的啊。会记咱拄仔讲到，圣神互你会当明白上帝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彼得那时候透过圣灵看见了，而且他去抓鱼，伊去深的时候，伊掠回来。咱莫讲迄个技术安怎，有人甚至有的圣经学者讲啊，因为深的所在鱼较多。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彼得不懂吗？还需要圣经学者来讲说深的地方鱼比较多吗？为着安尼，我嘛捌跳落去溪仔底看，讲到底鱼仔伫倒，因为我拢钓无啊，钓无，我就干脆跳落去看，讲到底鱼仔拢秘伫倒。原来溪鱼拢毋是秘伫深的所在啊，溪鱼爱水啊，爱带流，所以拢秘伫迄个深水甲带流中啊，迄个所在伊足欢喜的。迄个所在你要爬迄个沟啊落去，点要用冲走去啊！所以咱讲绝对不是这个原因。照人想，圣经写讲，看到神者，因为掠着足侪鱼啊，然后迄个鱼做甲网啊强要离，但是无破去，甚至做甲迄个船就要并去，讲两只船夹做伙，甲遐个鱼掠回来。所以你若讲要叫因讲你就要改变，就看到神迹，有没有抓到圣经的重点？没有。我们看到彼得为什么会去？彼得想要去，
这若毋是信心互伊感动，若毋是信心互伊看见，甚至咱后壁继续讲，人无爱看这，当然我爱看真正。迄个时阵有真正的时阵，抓着遮侪鱼，那用咱今仔的话来讲，我发了一个小确幸，发了一段小财，彼得会说什么？彼得讲什么？耶稣，来安尼好啊！既然你遮知，你遮敖，你就莫做茶夫啊啦。无咱来开餐厅好啊！咱来咱遮海边啊伫倒上晏上近。咱来个布华边，咱来开一间，用你的名嘛无要紧。什么椰式海鲜餐厅？你负责进货，我负责来做料理。安尼，我摕到成本就特别低，我阁会当拢无卖断货，对无？所以你来负责进货，我来负责经营。安尼，咱两个就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对无？有好无？有啊，好死啊！有当时我有当咧想呢，你使啥物食？Toyota。咱即马比秦始皇较好命，你知无？咱即马比秦始皇较好命。秦始皇无冷气通好吹呢，你有冷气通好吹呢。然后你衫穿遮真水，真啪哩啪哩。你穿啪哩啪哩入去天堂，结果你伫路边看到一个穿真无穿即个破破烂烂的拉萨路，你会不会觉得很丢脸？我不晓得你穿得很好进去见到耶稣，你会很不好意思。你甲耶稣讲，这就是我信你了后我得到的。耶稣赐我穿，赐我食，赐我欠钱免还。你若耶稣的，你会生气袂？死囡仔，恁爸都无穿，你穿什么？我虽然开玩笑这样子讲，但是我们被提醒，信心互咱知影，咱信耶稣，毋是干那要爱这啦。阳光、空气、雨点，这个都雨水，这个一般恩典。上帝互好人也有歹人，但是咱所领受的，毋是即款的恩典。咱所领受是救赎的恩典。什么是救赎的恩典？迄个救赎的恩典，毋是对肉体角度去看的。换一句来讲，咱继续看。所以彼得伊伫迄个所在要开餐厅，哇，真好。但是，咱若看有电影，什么印第安纳琼斯啊，迄个寻宝的电影，咱咧看这电影看到尾有一个特色，就是因这人呢，千辛万苦要去做伙，来去找这个宝藏。你要找到的时阵，迄个剧情就开始改了。你要找到的时阵，内心戏就出来了。这个就要甲迄个害，迄个要甲迄个动，每一个人拢想这样代志，什么代志？我要甲所有的人拢甲堵掉，我家己会当独吞，对不？彼得这个时候跟耶稣讲：“你走开，离开我。”是不是？彼得要独吞。我们刚刚说，如果彼得不是要开餐厅，要不然他就要独吞嘛。主啊，离开我！这个时候应该是。船叫要沉落呢？应该说紧来，主啊，紧来，斗3工。什么叫主啊离开我？彼得有没有搞错？有没有？哇，恁怎叫我问一下？表示咱毋是咱袂当照咱一般的想法去看圣经，圣神启示出来才是。所以彼得讲：“主啊，离开我！”后壁接是啥物？后壁接什么？你们不止去年忘记呢。来，你站起来一下，跟他说对不起。一段就辛苦呢，念11站呢。谢谢。
啊，恁都无咧甲信道，无你来创啦，找恁去哦，当比秦始皇厉害啊！彼得讲啥物？主啊，离开我，我是有罪的人。有一个耶，毋是有一个耶稣，有一个牧师啊，咧教会讲无甲介绍，讲即个少年牧师呢，伊讲我是对飙车仔变成咖啡牧师啊，我咧咧看，啊，讲伊早飙车啦，哦安怎啊，所以即马变做牧师啦，啊变做牧师了，要透过卖咖啡，要互人来信主。啉咖啡会互人信主袂？啉咖啡只会互人破产尔，对无？当然，伊是要讲着伊透过咖啡来甲人建立关系啦，无毋对啦。若透过咖啡要你建立关系的人，就好像就看到新家甲你建立关系的人，伊尾后壁会想着啥物？会想着我要来开餐厅嘛，对无？所以有当时啊，咱伫即个所在，我讲伫即个所在是咱教会伫即个所在也好，咱伫即个方面也好，咱毋免甲世间比。信耶稣的人无拄物质的比人较好，咱咪借着物质要比人较好，互人来信耶稣，这毋是信心的工作。反而是在物质最多的时候，彼得说：“离开我啊！”彼得讲：“这毋通，毋是。”所以咱若用人的人性来看。所以这个咱讲这个飙车牧师，其实飙车本身有没有问题啊？是不是罪？是哦，不是哦。我问你啦，飙车的这个时速系偌济才算飙车？偌济？你都要摇头，你都要点头，讲飙车是罪。超速就是罪，所以不是多少的问题嘛，对不对？这个限速40，你驶60，我就讲你飙车啊，敢会使？但是有真正像恁讲遐尼危险吗？咱像飙车就是危险，无毋对啦。有当时咱飙车迄个叛逆啦，什么都各种因素在里面。我只是在表达是说，飙车本身好像是行为上的罪。但是问题是，行为上的罪才叫做罪人吗？伊若讲我是飙车牧师，我是飙车的人，那遐个无飙车的人，表示伊嘛认同讲，这个无飙车的人嘛无罪啊。我要讲的意思是安尼，要讲的是，毋是你的行为。所以有人讲，莫讲飙车，有人讲我以前开玩笑咧讲，恁遐新学生吼，逐个做见证我就是因为破病无死啦，是迄个啥物敢讲破病无死的才会当来信耶稣？真正拢无破病的，就无法度信耶稣吗？无法度破病的人，敢有法度信耶稣？敢有法度信耶稣？是一定破病的人才需要耶稣？谁需要耶稣？什么人需要耶稣？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每一个罪人拢需要耶稣。所以安尼来讲，表示圣经内面咧讲的罪，毋是行为顶面的。所以咱来看讲，彼得，那照咱拄安尼一步一步来看，那照人性的彼得看到啥物？看到掠到真侪鱼，看到即个船真好，网真好，食的嘛拢真好。但是彼得讲：“主啊，离开我！”甚至伊到尾佫讲一句话：“离开我了。”耶稣讲啦，叫彼得毋通哭，毋通惊，表示彼得真惊吓。不要怕，表示他在怕。看到这个新者，要惊什么？甚至用咱的话来讲，抓到这么多鱼，发财了，还怕什么？对啦，怕人家来跟你借钱啦。
当然，我们一路讲下来，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所以彼得看见我们基督徒本色的后面，大家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特质，都应该有一个共同性，就是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咱会当看见上帝爱咱看见的，不是看见我自己要看见的。看见上帝安看，所以彼得伫写所在，上帝借着这个代志，互彼得看到什么？毋也是看到伊要改变，看到伊安尼有啦，看到互彼得看到讲，啊，伊真贫惰啊，我著爱听老师的，安尼尔吗？彼得伫小所在，上帝透过信心一直启示伊看见迄个性，耶稣的性格。看见迄个上帝甲伊的中间迄个距离是到偌济，看到耶稣是圣洁的，看到伊是有为的，看见耶稣是上帝道成肉体，看见伊家己是罪人，是罪的捆绑的中间。虽然圣经无写，但是咱拄仔要开餐厅即个讲法，咱大家拢认同吧？反对的举手。赞成的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你为什么不举手？明年我不要来了啦！很奇怪嘞，这个长老教会就这样子，问都不会答。你是拢50斤哦？等于锻炼一下，无人工你2楼爬袂起来，你著爱亲像牛做礼拜。那照咱家己，咱大家的人生，是不是咱拢会想要去开餐厅？这是人性，甚至是人的罪性。那照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彼得看见，不是讲彼得哦，咱大家，咱拢看见，咱拢看到什么？彼得看见，彼得不是看见那个鱼，透过这些鱼，透过耶稣行这个神迹，彼得看到什么？看到我是一个贪心的人啊！我有这个贪心的念头，有人就开始又有疑问了啊！这样就是贪心吗？有一个律师生的学生，对我甲教10几年啊，伊10几年来拢甲我问一个问题，伊讲牧师，因为伊做生意，因兜咧共装冷气的，装冷气烫甲变过。趁到迄个暑假拢约袂出来，拢袂来上课。因毋是装冷气，就修理冷气安尼。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牧师，要赚多少钱才是贪心？赚多少钱才是贪心？多少钱？每个人需求不同。这是很好罪人的答案。当大家咧冤家的时阵，大家你若讲一句话，大家就袂讲话啊，因为每一个人想法拢无共款，对不？就好像就解决问题，但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你不能把上帝的话说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罪不同，那耶稣会来好几次啊。所以咱就不是用偌侪钱来讲什么是贪心嘛？因为圣经毋若是讲到毋通贪心，圣神的这个规矩内面，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要节制，不是吗？所以贪心，它要对上的是节制。你若没有节制，每个人需要的都不一样，多或少，你知道你需要多少，那是节制。贪心跟他要从节制的角度去看贪心，不是吗？不是用我有没有去，那有没有？我每天都嘛说没有，对不对？我今日拜一，我爱传拜二的，爱传拜三的啊，爱搁传后礼拜，我等于爱搁想啊，我等于爱搁想我明年要来讲啥，对不？所以预备也是正常的啊。可是，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你有没有节制？你有节制不？
我讲一个这是咱做，因为阮以前讲到讲道学，老师讲袂当掠家己做例，结果有一阵仔我拢掠别人做例，去用嘛甲要死，所以我还是讲自己好了。讲以前开一只车，真车有一个物件定歹，迄个物件定歹，无贵嘛无贵，迄车厂就讲，无你搁买一粒，你做优惠的人工，你若歹去的时阵，你来就免搁叫货。好啊，好，我就想讲好啊，既然这物件一直歹吼，一直歹，咱搁无法度通换车，所以迄只车就愈驶，就我就惊倒一工吼，迄原厂啦停产的时阵吼，我就买无啊，所以我就拄着时阵，我就甚至网络若有看着，我也买，囤一堆啊，结果车袂掉啊，物件搁一堆。这个时候你们就笑笑而已，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看，我的贪心敢不是？我没有节制嘛，我没有，所以不是偌多的问题啊。咱来炖一粒、炖两粒，那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的这个贪心把我捆绑掉的，我怎会家己合理化？讲有一天来停产安怎？结果车比停产较早袂掉。所以就表示，其实圣神互彼得去看见，讲原来我是有罪的人，这个罪是出于伊的动机啊，毋是出于伊的行为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毋若是行为，基督徒咱对圣经，互咱变做基督教，互咱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咱活伫上帝面前，随时来看讲，伫咱的心内有骄傲的念头无？有贪心的念头无？真侪念歹的念头，伫咱的心内开始有的时阵，咱就是开始犯罪。耶稣讲啥物？看到一个负人人，你若心内想讲，甲伊有啥物款的，迄落你就惊奸淫对无？所以耶稣都讲的毋是行为啊。所以彼得圣灵让他看到他的动机是贪心，所以就惊的现行犯对不？对彼得来讲，伊就是现行犯啊！耶稣啊，离开我！圣经内面，还有什么人讲耶稣离开我？还有谁讲耶稣你走开，你不要靠近我？谁会讲这个话？这个我就不要问你们了。彼得讲过，还有一个魔鬼。魔鬼当耶稣去挖过迄个鬼附身遐个人，遐个人拢讲离开，你莫你什么是安怎？魔鬼属伫黑暗，耶稣是属伫光明，黑暗惊光明啊，所以叫光明离开啊。所以当咱入去到一个房间暗。你开电火开，光明了来，黑暗就离开。你有看过一种物件叫做黑暗了来，光明就离开无？有无？你们还没转过来，对不对？这个地方没有开灯，它是暗的。我开了灯之后，灯亮了，它就变成光明的。但是它怎么再变成暗？会不会有再开一个开关，黑暗来了，然后光明就没有？我一定是把灯关掉，它才会变成黑暗嘛。所以黑暗跟光明是光若来，黑暗就离开；黑暗无法度爱光离开。主动跟被动，耶稣是光明的，是主动的，所以耶稣主动照伫彼得心内的时阵，这个光透过信心，会看见原来我是误的，原来我是误会的，原来我是没救的，原来我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
所以咱每一个基督徒，毋是伫即个所在翘骹捻喙手，坐处处听无数讲道，我就要来上天堂啊！我这样讲，你脚还不放下来吗？每一个基督徒拢想讲，我要来上天堂，但是你会记得你圣餐的时阵，讲着一句话，毋是你讲的，是圣餐的时阵，当恁每一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会当上天堂吗？恁每一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直到主过来。对一个角度来讲，天堂是一种影射。我遮伤艰苦啊！我若去，迄是一种解脱。我真艰苦，我入去天堂就好啊！我真艰苦，入去天堂就好啊！但是圣经真少写着天堂是做啥物款。但是圣经写着一个真重要的，咱每一个拢爱面对耶稣，面对上帝的审判。这个是要上天堂之前你要遇到的、啊。无论是你，因为耶稣阁要来，无论是你先去见耶稣，还是耶稣来，伊要对遐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上帝。当你无伫耶稣基督的救赎内面，咱面对审判。当咱伫耶稣基督救赎内面，上帝借着耶稣看着咱，上帝毋是互咱过啊，上帝爱咱交笑。你要交账的。有人甲耶稣问讲：耶稣啊，即个人下狗，是安怎你互伊下狗？迄个人痴迷，是安怎你互伊痴迷？你有问过即个话无？当你去到上帝面前，什么叫做交笑？你甲上帝问讲：啊，上帝啊，迄个人下狗。甚至你甲上帝讲：上帝啊，我的囝是安怎下狗？我的囝是安怎？我安怎？上帝甲你问讲：伊下狗是我甲伊的关系。你有下狗无？下狗野手。你有痴迷无？上帝问你，我互你会讲话，我互你会看，你拢讲啥物话？你拢看啥物？我互你心思意念，我互你智慧，你拢想啥物？所以彼得，咱来想看觅，彼得我都交笑无？都做即项代志，主啊，我会当交笑，因为我迄天看见你互我智慧，你互我信心，我看见。我是一个有罪人，安尼主要讲好过尽忠的萝卜。所以基督徒要常常记得，我们是领受救赎恩典。咱今仔日的好，毋是因为咱真好，咱今仔日的好，是因为我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我对罪人的地位变做圣徒的地位，恁着要拄举起来对无？来，这什么？这什么？这什么？伊一只跳对无？伊跳对无？然后伊一只跳，会跳袂？伫遐会跳袂？伫遮会跳袂？有听到声嘛？恁虽然无看到会跳嘛？这个球伫这个所在跳，甲伫涂骹跳，看起来拢共款，有无跳无共款无？虽然材质无，但是拢咧跳。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无共款？你做的应该是对的。位置不同。如果这里是天堂伊甸园，那里是堕落以后，我们都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你所看到你肉体拢同款，
但是伫即个所在，甲伫迄个所在无共款的是，伫迄个所在是罪人的地位，即个所在是伫圣的地位、圣道的地位，甲罪人的地位，外口看起来拢共款。所以伫咱甲世间人看起来拢共款的时阵，有无共款的所在，我是圣道的地位。因为我信耶稣，耶稣的救赎，互我成做圣道。然后，因为我有圣道的地位，所以我所行所做，爱有圣道的款式。戴安娜王妃，伊本来还未嫁互即个全世界最长的代言男，对无？因后边因母也无死，伊无头路啊。伊嫁互伊了，伊本来伫还未嫁互伊进前是幼稚园还是小学一个老师。即个老师伊会当穿衬拖去洗夜市啊。当伊成做王妃，成为皇室一员的时候，伊会当穿衬拖洗夜市啊袂？因为伊的地位无共款，所以伊爱照着伊的身份，应该伊爱照着伊的行为来显明伊是属于什么款身份的。共款，咱是一个基督徒，咱上帝将咱对罪人的地位拯救起来，成做圣道的地位。所以咱所行、咱所想，就爱有圣道的款式。所以咱每一项代志咧想的时阵，毋是单单用肉体去想那尔。我安尼做有下伫圣道的款式无？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怎样。这个时候就要讲，基督徒不是一定要省，对不对？不一定。我要用上帝的话成为我的行为的标准。这个行为的标准要从动机开始，我的动机啊。所以当人工你去737的时阵，你毋通阁甲头家讲，头家啊，算较俗的啦，算较俗的啦。啊，伊当俗偌济？伊会当俗偌济？有一工一个圣歌队吼，咱长老教会圣歌队加加好啦，50个好无？50个就足济啊啦。50个人的圣歌队讲要买谱，讲啊，老师你去买。因为老师去买会当打9折，100块的谱打9折偌济？90块，省多少？省10块。买50本省多少？500块。恁去食什么享什么宴就1000多块了。为了500块，然后在那边计较，伫迄个计较，讲你老师你去买。我的意思说，不是讲咱一定袂当信，那是咱看到迄个动机，不是多少的问题，省不是多少的问题，不是吗？啊，主啊，感谢你，上帝，你，互阮有教义啊！你讲我有教义啊，结果你搁念，啊，就是因为我念毋才有教义对。所以，在我的咱咧讲的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我们里面那个动机啊，讲到动机。咱就要来讲较实际，除了菜市的动机以外，咱伫咱的家庭的中间，咱拢疼孙。疼孙的动机是啥物？疼孙的动机是害恁囝，对无？你甲恁孙生歹去啊，生到安尼，然后你时间到，你咧插讲的时阵。你会当讲小等下，我孙还未教好，袂嘛？你上帝就甲调皮就去啊！结果你甲你的孙啊，无讲生歹去了后，生到爬上天了后，我讲你不一定是你哦。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举手了。动机是什么？咱生孙的动机是什么？常常是害怕他不认识我啊，对不？你就惊恁孙毋捌你的。你就惊你伫恁孙内心内无地位啊，这就是动机的问题啊。所以求主帮助咱，信心互咱看代志、学习去看迄个动机，
我即个动机是毋是有下伫上帝？特别是10条戒，咱拄仔讲着第10戒是啥物？毋通贪心啦！贪财，贪乃万恶之根，对无？连去用诈骗的人嘛贪嘛，讲诈骗的人嘛贪，哄诈骗的人嘛贪，敢毋是？所以咱莫讲其他友好爸母啦，毋通杀人啦，什么，这个足侪通好讲的。就光有一个贪心，我是不是贪了我对孙子的爱？我是不是贪着？这最代志拢会当用这个去看。所以求主帮助咱彼得看见啊，圣灵让彼得看见，原来他虽然我是一个圣徒了，可是我仍然在这个罪性的当中，会有罪人的念头。所以基督徒本色头一个，咱旧年讲的，上帝啊，若无你就无我。今年讲的，上帝啊，你互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是因为耶稣将你对我的这处罚、刑罚，或者是你对我要求的标准，迄个好，耶稣拢为我做好啊，所以我会当免这个刑罚，所以我会当伫这个罪性的中间悠然伫遐过日子。但是，就是因为我知影耶稣为我承担这个处罚啊。有一天，这个抠喙修，抠流血啊！迄个时阵，有一个人讲，迄个时阵出外，我这个药啊真好，啊，就抹咧就袂流血啊！哇，真正袂流血。有即种药啊了后，对迄天开始，我就逐工啊挂流血吗？会袂？不会嘛！我知影我得到耶稣基督救赎啊，然后我就开始爱珍惜即款的救赎，我毋通搁落入去迄款的罪性的中间。当然，有当时啊，圣经下讲，有时我们软弱被罪恶所胜，但是我们不会常常在那里面。这是最大有圣灵跟没有圣灵，有在意圣灵的提醒跟光照跟没有的差别。所以彼得看见，求主嘛帮助咱，互咱看见，至圣救主啊，至圣救主，罪人朋友。去年咱吟，咱今年嘛做伙吟，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若正阮肉体目睭、肉体感受，阮会跋倒，阮会失望，甚至阮若照世间的价值观，若照世间逐个人的想法，阮陷落伫贪心，阮陷落伫骄傲，阮陷落伫这罪性的捆绑的中间。总是主，你已经为阮定十字架，担当这所有的刑罚。你阁借着圣神，互阮会当看见，也帮助阮知影通看见。主，你也怜悯阮，定定无看见，无听见圣神的提醒，也伫这救赎的恩典的中间，甚至阮认为安尼，这也无重要。举悬阮的眼光，帮助阮，也管教阮。无论阮是世间徛伫什么款的年岁中间，阮有一日拢爱来高效，就互阮会当得到主你坚固阮手所做的，会当精进迄个水的精进，有一日伫主的面前会当
互主你来欢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下面咱应答上帝的话，要来吟诵诗第584首，至圣救主，罪人朋友，软弱的人是你所救，尽一世人空我的手，暂我来倚靠你。请咱起立来吟诵诗第584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余洋执事来书献。
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今仔日是台中传播中心奉献主日，咱真感谢台北中会兰州教会蔡宗颖牧师代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中传播中心来本会请安报告。咱本会叶牧师受派前往兰州教会请安报告。第二，今日下晡3点，联合长老教会举行叶建华牧师甲陈美君牧师就任甲受职的礼拜。第三，后礼拜日礼拜了后要举行4月份的庆生会，教会有提供午餐，请兄弟有留时间参与4月份的寿星是素琴节甲苏灵节。第四，请教会兄弟出席每礼拜5暗时7点半的每周新眼光读经，读经手册伫个招待咱才去来摕。第五，后礼拜主日的讲道经文启用信息甲金句，咱才去来看。咱来看圣工的事奉。圣工的事奉后礼拜讲道是叶牧师，司会是民兵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梁长老，司献是颐养执事甲我本人，招待是邦西兄甲春英姐，插花是张老师，清扫是谢宝姐。咱来看下面本周的金句哈。我来读一解，咱台语来读2解。求咱的主耶稣基督上帝，荣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密上帝，请。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密上帝。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主，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密上帝。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佛所书1章17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咱来吟圣诗387首，圣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咧，现在伫咧，将来也永远伫咧，无穷无尽。阿门。请咱起立来吟。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大将今仔日的礼拜，真做祭，献到伫圣父上帝面前，将一切荣光归伫圣子上帝，也愿圣神上帝赐落真实的平安甲安慰、智慧甲勇气，伫恁中间，竟然看见家己是罪人的人的身上，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